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这帮年月底，伫要旧历7月普渡拜拜时，一般咱拢会穿三星素果。即马含三星拢有做菜做素食的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星思应星第一条。读星这是读文音，星就是咱一般饲的，会当用来做拜拜敬米的动物，像讲牛、羊、猪，咱讲星类。其中猪肉、鸡肉、甲鱼仔，咱讲是三星。若是为着某一款的目的，或者是理想，付出家己的性命，或者是权利，咱讲是牺牲。这个白音读做生，嘛有人读做生，代表上是看轻人，袂人亲像是铁生共款的话，咱讲情生，嘛有人讲地高情生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生类，这是讲会当用来做祭品敬米的动物。古早祭典的时，底的器具咱讲是生鸭。第二个词读做地高情生，本来是讲饲的会当抬来做敬米的情生，落尾变做是骂人看轻人的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食果子，就爱拜树头，爱饮水思源头。像讲一般民间道教的信仰，认为讲拄到大节，就爱穿生礼来拜公妈。照古早的咧，若是忘阮爸祖，就变做比地高情生搁较不如。也毋过即马时代进步啊，孝念祖先的方式有几多种，无一定干那限制伫咧某一款形式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生，这是文音；另外白音读做生，嘛有人读做生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